你好，我是顾西城，我是她老公。老公，老公。你好，老公。不是，你好，郭先生。你是不是肚子又不舒服了？我陪你去洗手间好不好？走。不是没有，等我们一下哈。记得干嘛？不是，哎，快！我这别再硬撑了。你，哎，我没事。哎，怎么穿起息了啊？他什么时候变成你老公的？你老公怎么？闭嘴！听我说，我知道你心里现在有1万个问题想要问我，今天之后我会一个一个的跟你解释清楚。但是现在你必须要陪后演一场戏，一会儿出去之后你就说你要走，我不让你走，你家里有事必须要走。你这种英语聪明肯定明白了，对不对？快走！哎呀，头发走。一会儿你们去哪儿？我让司机送你们。不用了啊，我呢家里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，好不好？你说好陪我一天的，有什么事儿啊？那么着急？家里有事儿嘛，你就……既然你闺蜜有事儿，就让她回去吧。就是，这里，谢谢，亲爱的，记得联系我啊，改天请你俩吃饭，当是我赔罪，好不好？谢谢啦，拜拜。你这个闺蜜还挺有意思的。看上了是不是啊？要不要我给你捉个眉啊？这位姑娘，你老公我已经从良很久了，你不知道吗？走了。